即卖的人若要减肥，有咧流行煮一种减肥药，这其实就是原本人咧控制糖尿病药啊。这英国的古丁大学最近就咧研究，讲若去煮这种减肥药停起来了后，平均是免得到2年，这体重就搁称上去，真好维持。 这就是人讲的减肥药，原本是用来治疗第2型糖尿病的肠壁素药物，因为会当控制血糖、减少胃口，近来伫减肥市场非常受欢迎。不过，若停用了后，效果会当当偌久咧？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翻头来探讨这37项相关的研究，参加超过9000多人，治疗过程平均10个月，结束了后追踪8个月，结果发现做减肥药了后，搁变大块的速度，比起食食控制搁较紧大块。Based on our data, we can say that people lose more weight with GLP-1 medication compared to the medications that were available before, but they also regain the weight faster. 研究人员表示，若毋是食肠壁素迄类药的人，平均减轻大约8.3公斤，但是停药了后，第1档就会反倒转加重一半，20个月内会恢复到原本的体重。毋过做减肥药的人，平均减轻达到14.7公斤，毋过因停药了后，一档内佫会大概2/3。第18个月内，肥长的原来的体重，比起传统节食注射肥长的速度，紧要甲4倍。We don't know exactly why that's the case. But what I would speculate is that when you're having a dietary program, you have to work really hard to control your appetite. You have to learn strategies to help you resist food. You have to really focus on how you're going to overcome your urge to eat, your drive to eat. 专家讲，靠减肥药控制胃口的人，伫咧停药了后，无改变家己的食食方式，才会出现严重搁变大块的情形。目前专家当咧评估，是毋是爱将过头大块看作是慢性病来继续治疗？治疗靠药物，食食的控制嘛是同款重要。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